昔日風味今猶在，譚家有你真好彩，五代堅守，百年傳承，從古至今一味真心。自香港、澳門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，我們專注做好每一份海味，每一樣都係需要落足心機、考功夫嘅傳統老菜，係需要時間泡發同烹煮嘅。複雜嘅竅門、湯汁嘅斤兩與醃製嘅手法，同採購食材嘅秘訣，正所謂3年出狀元，10年出買手，我都會喺呢度一一同大家分享。好啦，呢期嘅視頻就介紹到呢度。如果大家想知道或者想睇咩嘅海味老菜，歡迎在評論區留言給我。感謝收看，我係老譚，關注我，我們下期再會，拜拜。